可以打上1啊。感觉他挑战不成功的打上2啊。哇，你们不要碰这个线。如果还没有关注主播的，给主播点个关注啊！只要是粉丝啊，只要以后举办的活动可以一直免费挑战啊！记了吗？有，这个有实力哦。这吗？不是一直都是你吗？鸡腿然后没有？那个300路就是我挑战职业的。只要动了吧，他的手就没有力了。